富有香港阿啲應援第5季日常生活與制度第9集，接連日常與制度嘅習性。所以繼續留意點樣喺強力打壓下延伸個人同有機共同體嘅言說，用以作為和平民主自由咁光復香港嘅術行語。今集從反面事例說起，詮釋具體地方同系譜式一脈相傳嘅正反力量。喺19年民主民權運動期間，曾邀請一個接受過高深教育嘅人一齊去睇下佢心目中反建制運動究竟係乜嘢一回事，被佢一口拒絕。呢個人我認識唔深，泛泛之交。照觀察，如果講顏色，屬於藍黑嗰隻，而且主要受到親戚影響，街上又撞過佢同值得懷疑有任務在身嘅人結伴而行。嗰個一口拒絕我嘅朋友有種高級嘅傲慢。佢會講俾人聽，由於中學成績唔錯，所以老師建議佢一定要讀醫科。更神奇嘅係，有日佢突然熱情咁約我單對單喺我住所附近小人式嘅籃球場打波，好 specific， 位置同我喺街度撞到佢嗰個友人經常活動嘅地點相近。如果煽動人好容易嘅話，我就異常失敗啦。我呢個朋友受到親戚影響加入藍營，義無反顧。以佢一個相當自傲嘅人嚟講，可能因為呢個弱點，至少就被利用而被統戰過去啦。德雪圖喺佢嗰本書《日常生活的戰略》談到對抗強力打壓嘅戰略時，反面地講及富柯同布迪厄對社會事實嘅分析，對我嚟講如獲至寶。佢首先揭問富柯喺佢對微觀權力同規訓嘅論述裏邊，點樣將意識形態同程序 procedures 兩者結合起嚟。如果大家記得曾經提過富柯嘅論文指導老師係馬克思傳統下意識形態學嘅專家阿爾杜塞。雖然富柯用上好多字詞，例如論述 discourse、器具或者機器 apparatus、工具、技巧、功能同機具等，根據德雪圖，其實都同意識形態基本上同義。而意識形態點樣實作成為人生活慣常一部分，呢點好重要。阿爾杜塞舉咗個例，例如有人敲門，你問邊個啊？門外人知道你識得佢，所以就咁講我咯，你就開門俾佢。意識形態就好似喺門外敲門嗰個人扮同你好熟絡。富柯就進一步仔細分析意識形態入門規訓人嘅程序。佢區別出兩個系統，其一係對身體嘅政治科技，以唔同嘅論述或教條，將身體唔同部分逐步咁操控過嚟。例如以公共衛生之名，從小就讓人保持手同牙齒等清潔。其二，當身體變得柔順之後，通過醫療式場景，正如喺佢重要嘅著作《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裏面指出，權力同規訓將客體人事物分配、分類、分析同個別化，一種微觀權力，促使更多社會範疇被意識形態或論述所規訓。進程中嘅體制稱為全景敞視，好似囚友以為經常被監視而循規蹈矩，按教條同意識形態過生活。翻返去我嗰個藍黑朋友，由於學校睇到佢係成績一流，自然會被分配到精英班，重點栽培同鼓勵。佢喺中學、大學甚至醫院內閉嘅體制裏邊，由一個區位轉移到另一個區位，一直被相關區位嘅意識形態或者論述所牽制。當中規訓人嘅權力對佢嚟講係佢供奉嘅神子，只要再移向另一啲區位，例如更露骨嘅政權同政治影響力等體制，當中任何精英位置，佢當然會情不自禁啦。喺呢度，富柯嘅洞見係將意識形態實作出嚟嘅戰略，最重要嘅支點就係個別區位或具體嘅地方，以及由一個區位移動到另一區位啦，可簡稱為論述嘅移動 （discursive move）。例如喺醫療式場景，好似去醫院就診，會被分流分科做檢驗同成為病例而接受相對應嘅治療。富柯喺當中發現一種流動嘅程序，從一個論述空間進到另一個空間，讓其中嘅人被觀察並被監控。而整個流動程序同個別嘅論述空間構成所謂人文科學 （human sciences）。
意識形態無論指維護資本主義運作如常嘅思想，抑或維繫社會功能秩序不斷運作，又或推演知識論發展等嘅論述，甚或涵蓋以上所有嘅運作。今日流行嘅數碼人文學、公共人文學等，是否承接住由其他區位流動過嚟相近嘅意識形態，始終都係將人規訓並困誘偏袒喺某啲權力區位上面呢？咁呢個反面故事又教訓人咩道理呢？德說圖嘗試讓我哋明白，佔有一處區位具體嘅空間，係將一啲諗法理念實作出嚟好重要嘅戰略性一步。上集講到將商場再生產成為光復香港民主自由信念為主論述嘅空間，係實作有關論述重要嘅一步。如今剩落嚟嘅問題係，往後點繼續將佢發揚光大呢？或者布迪厄可以俾到少少線索。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之前介紹過，當留意到富柯如何將抽象嘅意識形態或論述實作喺人生活裏面，構成對人規訓嘅程序，布迪厄就俾我哋睇到人活喺社會制度或者結構裏邊，點樣被制度無數而難以破繭而出啦。佢研究教育社會學起家，我哋可以用教育作為例子，詮釋佢以習性 habitus 呢個觀念，將民族學同社會學研究接連起嚟。民族學指微觀研究，參與同實地考察個別對象嘅日常生活同佢哋嘅話語，收集對象點樣睇佢哋嘅生活。至於社會學，則重於宏觀研究，包括唔同嘅社會體制點樣運作，同體制之間權力嘅關係等。將兩者接連起嚟，其實係為咗呈現被考察對象嘅無意識，展現箇中對宏觀社會體制上嘅意義，當然包括對體制嘅揚升。以教育為例，同學通過固有教育制度，受制於當中所教授嘅各門學科之外，更加受到制度嘅規範。正如富柯所展露嘅微觀權力，包括分配到嘅資源按成績被分類，以及個人被分析適合邊科同乜嘢職業啊。不過德說圖閱讀布迪厄1972年著作《實作理論綱要》嘅時候，得出其中一個卓見係：制度可以改變，但係成績就好難講啦。咩意思呢？相對嚟講，制度可以輕易地改革，但係學生喺其中能否取得更理想成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富柯專注意識形態同權力伸延嘅程序，由一個區位處流傳到其他。富柯分析箇中嘅流動，稱之為系譜學 genealogy。系譜例如族譜，將世代或者血緣關係繪畫成一幅關係圖。布迪厄即超越對流程嘅描繪，進而查考系譜式流程嘅流傳模式啦。例如某種對讀書求學嘅態度點樣被流傳開去啦。記得中午時坐我隔離嘅同學根本唔關心會考成績，因為全家裏邊佢已經係讀得最多書嗰個。布迪厄稱系譜式流傳嘅模式為習性 habitus。簡單講，習性指人活喺既預嘅制度或者日常軌跡裏邊，個人抱持嘅意向或取態 disposition。系譜式嘅習性意指某啲意向由一代或某區位傳到另一代或其他區位，就算制度唔同咗，習性都可以積習難返嘅。所以對抗社會制度同結構等壓迫，習性先至係最大嘅挑戰。布迪厄一直用斜底字標示習性呢個字語，意味住習性同社會學接連嘅時候，接連社會學編範觀念或準則係對我哋一個疑問嚟㗎。富柯同布迪厄呢兩個反面教材，我哋可以點樣用？留待大家揣摩。從實作戰略嚟講，習性叫我哋留意存在於生活習慣裏邊嘅無意識，尤其是嚟自唔同區位系譜式或跨代跨區位嘅規範。
包括家庭、家族、學校、社群同成長經驗等方面。我哋可以自問，個人意向同取態上有冇一啲慣性或者規律，一啲好惡，包括具體同隱晦嘅規律。例如講學業成績要達到某個 grade，屬於具體規律；而講成績達唔達到父母或者社會嘅期望，就屬於比較隱晦規律。具體規律反映外在制度嘅要求，而隱晦規律反映比較難以移除嘅內在習性，足以妨礙我哋將信念實踐到出嚟啊！甚至叫信念淪為空談。代咗。